为了台南全国首创的地政填本贩卖机，只伫安平区示范，19号上午伫东南地政事务所正式启动，全市11个地政所拢同步提供服务，让民热热。恭喜智慧地政誊本贩卖机正式启用。市长为贴在高场见证这台填本贩卖机的启用，嘛伫地政局人员操作，感受3分钟内快速完成申请地籍填本的示范，同时也增加了补印税单新功能。市长强调，除了方便民众减少到柜台排队，只要摕自然人凭证地当申请。而且以后也可以陆续开发查欠、完税证明以及申请户籍填本等功能，以扩大台南的智慧服务。地政事务所它提供的这个地籍图誊本的这个贩卖机，同时也扩充功能服务，可以跟我们税务的这个能够结合，税单能够结合。所以在5月份开始的包括我们地价税啦。包括我们房屋税啦，包括我们牌照税啦，还有相关的这个地籍誊本，还有税务都可以适用。那只要你有一张这个自然人凭证，还有一个付费的信用卡或者是市民卡，就可以来使用，这是相当便利，而且全年无休，没有上下班，不需要中午休息，对大家来讲都很方便，也有效减轻了公务机关的这个公务员的这个行政的负荷。所以呢，我想这对于公务员、对民众来讲都是好事，也希望说借着这个服务，提升对市民的服务的品质，也加快这个服务的速度，那也更增加了正确性。这个我们是将来还有更多的这个规费的这个部分还有其他的部分，我们会扩大的这个增加服务的项目，而且这个也是我们全台湾第一个那发生在台南，我们将来也会做得更好，让更多的服务的项目都会融入，都会纳入，包括可能的户籍誊本或者是其他的部分，我们都可以考虑来纳入。根据地政局统计，109年核发地政誊本大约有88万张，加上实价登录的新制，造成业务量比108年成长要32万张。所以现在透过机器，让民众家己操作，除了方便出价，伫柜台等待嘛节省一半时间。台南新闻，军志林根采访报道。